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我捌听过真侪时大人甲我讲，即摆的狗是比人更较好命，有乳罐通大，有饲料通食，也佫会使去美容去上课。可能是过去经济较歹的时阵，因饲狗仔的方法是无相共的。毋过人类甲狗仔做伙生活是足古早就有啊。咱即马有动物保护法，若要饲狗仔有足侪规定的。过去敢是安尼？我今日来讲饲狗仔。听讲伫2万外当前，就已经有人过身的时阵，是介意上介意迄只狗仔待做伙。人类饲狗仔应该是足古早就有啊。毋过早期的狗仔大部分是饲来斗做工课，至少有伊较实用的功能。原住民去拍猎的时阵，爱带狗仔出去，所以因饲狗仔。早期移民来到台湾的人，因饲狗仔是要来顾厝的。古早较少人厝内饲狗仔是饲来耍的。若照日本时代记载，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就发现街仔路四界拢总是狗，而且大部分是拢无人饲的。迄当阵街仔路的狗仔佫会甲人咬，嘛因为惊讲有传染病，也是会得小狗病，所以为迄时开始，日本警察就拢会掠狗、杀狗，为着莫去杀着有人饲的狗仔、有主人的狗仔，因就开始定一寡规定。所以为1907年开始，饲狗的人就要先去登记，而且伊的狗仔就要挂狗链仔、挂狗牌，安尼走出去，才袂互人认为是野狗，互人杀死。佮过一冬，日本警察开始咧杀狗仔的时阵，就真侪人赶紧走去登记，因为登记的时阵爱手续费，进前无啥人要去。迄当阵登记了，狗仔就真正会当领到一张牌。也若即只狗死去，也是走无去的时阵，主人就爱去甲即张狗仔的身份证交转去。后来日本政府为着要防止小狗病，杀死的狗仔就愈来愈侪。是讲因杀的若是看起来有问题的狗仔，是怎甲街仔路规定的狗仔拢掠去杀。做一摆杀甲拢无看的狗仔，才会放远煞。所以因杀死的若是有破病的狗仔，是只要看起来较惊人的，也是会害人的、会咬人的狗仔，拢总互因杀死。为迄时开始，狗仔就有分是饲伫厝内的，也是有人饲的，或者家犬。也佫有另外一款，就是完全无人管、无人饲的，伫街仔路乱扫的野狗。其实野狗这个名尾也嘛有真侪人咧讨论，因为照理来讲，这个狗仔毋是野生的动物，因足侪是互人饲过才佫放出来，所以无应该讲因是野狗。毋过伫日本时代，野狗的意思就是若毋是饲伫厝内甲人做伴，饲来佚佗，嘛毋是饲来要食的产业动物，也嘛毋是博物学内底要调查的野生的动物，拢无伫即3项在内的，就算是野狗啊。即款分类的方式嘛，开始互饲狗的人会替因的狗仔绑狗链仔，互因的狗仔看起来莫像野狗安尼。真趣味的是，李玉文老师讲，日本警察需要有人甲斗3工去掠狗仔，只不过这是一款杀生，佫做一摆就爱杀死足侪只狗仔。一个单位若拄着规定的狗仔，一工至少爱杀20到30只。台湾人对这款工课是无啥有兴趣，所以因迄当阵足歹去找着人来斗3工。日本警察只好去请一寡无厝通转去，
无厝通住诶人来斗搬遮个狗仔诶尸体。1920年代，总督府诶规定就毋若是干那爱去登记，是逐只狗仔拢着注意放射，佫袂使放出来互因死过走。因为迄当阵一冬台湾着小狗病人就有200多个人，所以迄当阵杀死足侪狗仔。也若安尼，到底啥物狗仔会互人杀死？事实上嘛无遐尼好分野狗也是饲伫厝内狗仔。像讲伫街仔路偌踅诶狗仔，毋是逐只拢无主人诶。有时警察嘛会去杀死有挂狗牌仔诶狗仔。过来有时阵是狗仔会走去咬人，即款狗仔不管伊有挂牌还是无挂牌，真侪拢会互人杀死。说落来，迄当阵狗仔诶皮是较有价值，会当摕去换钱。狗仔肉会当做饲料，难伫别项诶肉落去煮，所以嘛会当摕去卖。有时毋是为着要预防传染病去杀狗仔。有诶狗仔是互人偷刣摕去卖，因为狗仔诶皮比肉佫较有价值，所以迄当阵狗仔若互人杀死，真侪是拢皮剥落来，才杀去刣。后来日本甲罗西亚咧相战诶时阵，军队内面就有人发明讲，用狗仔皮做兵仔会当穿诶外套是袂歹。政府想着讲，路顶有遮尔侪狗仔，就算刣一寡来做10多万领外套，拢也有够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因刣足侪狗仔。当然后来有人嫌疑讲，这个理由无啥合理，要做一领外套，至少爱3块狗仔皮才有够通做，而且是足了工的工皮，无啥可能是用狗仔皮去添10多万领外套出来互兵仔穿。伫日本时代，路人的狗仔袂少，头先会甲狗仔饲伫厝内的是欧洲来的外国人甲日本人。后来嘛有台湾人开始饲狗仔踮厝佚佗，因为饲一只狗仔有伊的费用，所以有办法饲的就毋是一般的人啊。那即马看日本时代，请人来替全家伙仔翕相，像马偕、杜聪明、黄王成，因的相片内底拢有狗仔，而且即只狗仔就像即马相共，是甲因做伴的狗仔。迄当阵，遮个人因爱饲的是外国狗，真有可能是因为真稀罕，所以外国狗看得较高贵。毋过，伫1934年，台湾日日新报的日本编辑，伊就特别登过伊家己饲一只台湾狗，而且佫说明讲，即款狗仔是台湾的原住民住伫山顶咧饲的狗仔。即款狗仔足适中诶，佫袂去食无熟识诶人摕互因诶物件。这算是咧替台湾狗做宣传。对一寡日本人来讲，饲一只台湾诶狗仔是有伊诶纪念性。后来开始战争了，报纸顶头就时常会看到德国军用狗即款文章。嘛因为安尼，军用狗就愈来愈侪人熟悉。嘛愈来愈死行。1936年，新竹的地方头人郑新宝，伊就家己买5只军用狗，佮特别请人来厝里甲因训练。七七事变发生了，中国甲日本的战争开始，狗仔都有新的用途啊。迄当阵伫日本的议员，有人建议甲猫仔、狗仔拢总杀死，因为因是食了米。也嘛有人建议讲，杀了这个狗仔的皮甲肉，佫会当捐互国家做其他的用途。嘛有议员讲，直接禁止民众饲狗仔、猫仔，甚至有人建议，大家都要开始食狗肉，也是用猫仔、狗仔的肉做肥料，安尼才袂浪费。不过这是伫日本的讨论，伫台湾总督府是为战争开始了，开始扣税。目的就是互遮饲狗仔的人是真正想要顾遮个狗仔，替因注意放射，袂乌白饲，
也嘛尽量互饲狗仔的成本提悬，安尼才袂遮侪人咧饲。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既然扣遮尔侪税金，就要好好啊饲，所以对一款品种的狗仔嘛就真重要啊。伫日本时代尾期，大家认为好的狗仔就是军用狗，政府鼓励要饲狗仔，莫饲迄款细只来佚佗的，也是看水的，就要饲有路用的军用狗。伫战后，遮个军队用过的军用狗就留伫台湾。迄当阵开始有人捡起来饲，互因生狗仔囝，才搁掠去卖。因迄时也搁组一个狗仔的协会，内底会教换安怎饲军用狗，安怎训练的消息。因伫即个协会嘛去确定讲遮个军用狗的系统，也狗仔过去做的是军事的训练。为即个时阵开始，因是训练遮个狗仔来保护伊家己的主人。伫战后，甲饲狗也是狗仔的买卖有关系的工课，拢是查甫人咧做，而且就要中上阶级的人才好有办法。后来有一阵煞变做是台湾家庭主妇的副业。伫战后1950年代，国民党政府为着要互台湾的经济会当发展，也嘛为着莫浪费女性的人工，就鼓励家庭副业，就是伫厝内嘛会当做的工课，也佫会当互大家增加因的收入。头起先政府鼓励是做手工业，毋过嘛有家庭主妇就开始饲有价值会当摕出去卖的动物。像讲政府嘛有鼓励人饲鸡，只是袂少人开始饲鸟仔。像十姊妹即款行情较好的鸟仔，饲起来较会好。因为饲鸟仔毋免像饲鸡，就要遐尼大片的空地，也嘛毋免了遐尼侪时间去管理。上重要的是鸟仔若有生鸟仔囝，卖出去的价销是比卖鸡仔加足好的。饲大只的狗仔是较麻烦，毋过为1960年代开始，嘛有人开始饲狗仔，因为台湾人大的空间是豆豆仔咧变较细，所以才伫厝趁钱做副业的查某人，因就饲较细只的、较好照顾的狗仔。像一只吉娃娃，伫迄当阵都会当卖到1-2万块，所以报纸嘛会开始有人写讲饲狗仔会当趁钱。其实为遮嘛会当来解说讲，伫过去也未有遮个动物店，无店面咧卖狗仔的猫仔的时阵，遮个狗仔猫仔是为倒位来的？1982年，因为拄好是狗年，真侪人就想要进口狗仔来卖。伫迄当进口的狗仔是足侪，平均一个月差不多进300外只。政府嘛因为安尼，佮扣足侪的税金。若是进一只大只的狗仔，是扣5万块的税。问题是，迄当伤侪人进，规个市场的行情拢总拍歹去，所以尾遮个狗仔拢了钱才卖出去。一只狗自古早是咧斗做工课、斗相共的狗仔，变做是陪伴人类的好朋友。即马狗仔会当代替囡仔，变做有人是要去饲狗囝。狗仔除了甲人的关系一直咧变化，过去嘛有狗仔变做神明的。有兴趣的听众，我伫230集有讲过台湾的狗仔传说甲拜狗仔的风俗。刷来狗仔佮上新闻，是因为流浪狗的问题啊。伫日本时代叫做野狗，这个称呼无好，所以后来就互人号做流浪的狗仔。伫台湾本地有12天的规定，就是路顶掠到的狗仔12天过，拢无人来领，就会甲因杀死。国内国外保护动物团体因抗议，所以伫2017年法律修改，就无即款处理方式啊。现在是全台湾有32间收即款流浪狗的所在，毋过因的经费无够，
要收的狗仔煞愈来愈侪，若拢继续照顾落去，负担是足重的。这个问题，这一两冬嘛，真侪人咧讨论。咱若看统计，台湾饲狗的人是愈来愈少，并无增加。所以放生应该毋是造成有遮尔侪流浪狗主要的原因。有新闻是讲，因为袂少狗仔是有一半的时间拢饲伫外口，所以因会家己继续生摊。流浪的狗仔也是无法度减少。为这个历史听起来，人类对狗仔是真残忍，甚至有的人嘛会讲，就算即摆狗仔看起来过了真好命，这嘛无的确是因真正介意的方式。就亲像大家拢足爱抱家己饲的狗仔，毋过这个狗仔其实是无介意互人抱的，而且决定要饲、要放生、要安怎饲，拢是人类，毋是狗仔。今日我就先讲到这。最近白沙屯的妈祖进香，趣味的代志是足侪。有听友讲，因是讲进香，毋是讲示景。这两项是无同的。示景是伫家己的管区出巡运景，进香是去拜访北京庙的神明。真感谢这位听友的说明。而且有另外一项是，我真感谢最近伫 Apple Podcast 留话给我的听友，嘛请大家斗宣传支持这个节目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寄付的链仔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